请说大家平安。咱先来练今仔日要唱的献诗。今仔献诗要练4首吼，所以咱可能好，咱就即摆来练第1首献诗第24首。献诗第24首，我心俄勒即关上帝，咱来唱第1节、第1节、第4节、第5节。先请苏琴对头到尾段一届。喂。我心俄勒即关上帝，万民拍败伊骹下，赎回伊滴下面满满，咱着俄勒来滚活。俄勒敬奉，俄勒敬奉，俄勒永远活君王。这首献诗，算咱不只写，其实今仔日4首献诗咱拢足写吼，只不过是讲这首献诗后壁本来是拢会搁加哈利路亚后来献诗在翻译的时阵，就搁加其他的词入去。好，咱来唱第1节、第4节、第5节。3来。我心俄勒即关上帝，万民拍败伊骹赎回伊滴下面满满，咱着俄勒来滚活。俄勒敬奉，俄勒敬奉，俄勒永远活君王。第4节。咱那黑天会造我心，大风吹来就扫尽。世人面对耶稣变成上帝永远未改变。俄勒我主，俄勒我主，俄勒我主大金主。好，先注意一下吼，第4节，夏天咱伫遮是咧唱夏天吼，着夏天，所以咱等下咧唱的时阵，咱小可注意一下。好，咱来搁来唱第5节，一个小前奏，谢谢。3来。天使世情大心敬拜，调基一命当可塞，一个痴心破败恭敬，临时俄勒也无停，俄勒千赞，俄勒千赞，俄勒素名高永远。好，小讲吼，第5节遮，第3抓日月星辰，咱迄个月吼，真乃是唱月吼，是有一月吼，所以是日月星辰拍败恭敬。所以等下咱礼拜咧唱的时阵，请咱小注意一下。好，第2首是献诗第491首，献诗第491首，大地青年时代。咱来唱第1节、第1节、第2节、第4节。这首献诗伊的歌词较新，所以咱咧唱的时阵，可能感觉有一点哀叫吼。所以咱等下咧唱的时阵，我阁会甲大家讲，要小可注意的所在。好，3来。大地青年时代，真心充满酸甜，思想跨过潮流引导，面对罗马的黑，主管玫瑰红的，有你的茶玻璃。
讲思想看法超求应答吼，啊个面对5万疑惑吼，所以咱等下游玩赛来当的时阵，请信息提起来，咱来对即个德玛吉来唱吼。好，咱来唱第2节。3来，看见远大目标，抱着美梦中来，身影在眼目对有影，对救美好世界，酸甜经历我路，故作无安希望，天空上的归来充满，跑走头前路途。第2节咱转去看吼，第2节第2节，善用才能无为虚言言着吼，追求美好世界。所以我家己在唱的讲，我昨已经伫厝里唱2、3届，嘛是游玩的，无啥顺吼。咱搁来唱第4节。3来，做我的主上帝，仰望地理世界，等看天时要背心，爱上上的福气，一切无归稳输，心里无被受伤。在我尽心尽来尽心，是天听的改变。好，这首诗毋知头拄仔在唱的时，咱有注意到第三谱表的时阵，伊的迄个音阶就是，譬如讲，主管要归，阮要归向你，求你引带无离。一直到结束，迄个音阶是愈来愈悬的吼，你也去对照迄个歌词，其实有迄个愈来愈就是讲确定吼，这是主要带咱去做的才会代志，所以态度搁较坚定，所以伊的迄个音阶愈来愈悬。咱在唱的时阵，迄个气势就爱唱出来吼。好，来，咱来看第3首，信息505首。这首信息咱真熟，吼，所以咱来唱第1节甲第3节，我要重写。来，我要重视，无辜负人的心情，我要顺情，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界真可能。歹势第3节，我要基督第3节，时刻无停来祈祷，我要亲近，亲近天父宝座，我要坚心，听上主世上唱。我要坚信，因
上演是咱较无得唱的迄几首的上演吼，所以咱来练习今仔日的上尾上后一首的圣诗第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今仔日看陈牧师以及咱的大专的同工语词来替咱的大专事工请安报告。我本身受到大专事工真侪的照顾，所以毋茫大家若感觉我真杰出，请你来去想想讲，遮的大专工作者、牧师、同工会用真宝贵的时间，在陪遮的大专青年适当造就因后来一生的信仰。所以咱来唱这首圣诗，也邀请大家为着大专事工奉献祈祷，感谢。来，求主带我甲你同行，强顺可使生命路途，我的无力坦荡，一世着我甘愿困苦。好，今日练习到这。请大家闭眼心来敬拜上帝。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为着耶和华的慈爱，甲伊对世间人所行的意思，愿人拢学了伊，因为伊互迫切贫无的心得到医足，互骄傲的心得到好面够饱。做伙来吟圣诗24首，我心阿乐至关上帝，请起立来吟。
请咱游玩徛地，做伙仰头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来到你面前认罪，伫日常生活中，阮常骄傲，忽略你的旨意，对人欠缺疼心甲忍耐，言语行为有过失，也有应当做的好无去做，应当关心的人无关心，着行的义无去行。求你赦免阮的罪，光照阮的心，互阮会反省悔改，归向你公义的道路。主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丰盛的怜悯，甲不变的疼，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牺牲甲国活，赏赐阮永远的活命。互阮伫你恩典中得到平安甲盼望。为着安尼，阮要用懊恼甲感恩来到你面前，愿一切荣光拢归伫你。是恩典的主，求你引带阮逐日的生活甲工作，赐阮智慧甲能力，互阮顺服你的旨意，面对困难时有勇气。祝福阮手所做的工，互阮知一切顺利甲成功后面，拢有你的扶持甲帮赞。阮知阮的祈祷无够额，只是阮要照主耶稣甲是阮的祈祷文，三甲来出声。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又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29篇。启应文第29篇，出自诗篇第119篇。咱做伙来启应。行为无通指责，即款人真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教示。即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上主啊，我要专心祈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释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煞到永远。做伙来吟圣诗491首，491首，打伫青年时代，请起立来吟。
请坐，做伙来祈祷。欢喜施恩的天父，阮当自持伫你的面前阿罗感谢，你互阮对你得着我，称作义。你是救赎的主，也是疼阮的主。阮将一切挂虑拢交托伫你，感谢你白白赏赐一切宝贵恩惠，互阮通用心神敬拜你，阳光拢归伫你。每日带领阮的主，由你通过今仔日所领受的信息，互阮信仰得到坚固，用信心来善用你所赏赐的才能，远离浮扬，实践听的界面。求你带领阮头前的脚步，互阮一步一步跟缀你。活出你所欢喜的生命，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三甲来攻读圣经，新约马可福音10章第46到第52节，请咱注意来看，请我来读。耶稣甲伊的门徒来到耶利哥。因甲一大群人要对耶利哥出去的时，有一个失明的乞食，弟麦的囝巴底麦坐伫路边。伊听讲拿撒勒人耶稣对遐过，就话大鼻的囝耶稣怜悯我。真侪人甲伊责备，叫伊点点。毋过，伊愈大声喊：“大鼻的囝，怜悯我！”耶稣停脚讲：“叫伊来。”因就去叫迄个盲人，甲伊讲：“安心，起来，伊在叫你。”盲人就将外衫脱掉，跳起来，来到耶稣遐。耶稣甲伊讲：“你爱我，甲你做啥物？”盲人应讲：“若无呢，我爱搁看见。”耶稣甲伊讲：“你转去，你的信心，互你得到医好。”盲人随时搁会看见，就跪落缀耶稣。下面要请希望诗班用诗歌带领咱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我已经决心要跟缀耶稣。我
即时请陈宽义牧师讲道，题目是就归路温底耶稣。大平安。要分享信息进前，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那你找你的圣神，现在就光照阮，打开阮的心，去做这南教会一个信仰团体，互阮通通过你本身的话来认捌你，来体会你，来经验你，来甲你相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先，我要感谢上帝的恩典，也感谢咱教会牧师所带领的牧者团队，以及正同工好朋友容允我通代表北区大专中心来到咱浙南教会，也是我的母会来分享上帝的话，也趁机会搁一摆大家请安。除了46年前伫屏东大专中心的时代，我捌受派去到伫恒春，也是坎顶几间教会请安以外，我的记忆中我毋捌答应过大专中心的邀请。总是因为真侪工作者已经是我的同学，或者是我的学生，通过伊的分享，我大概也了解大专中心伫人、伫资源以及教会体制顶面所拄着各种的困难。但是因为多合的关系，我一直拢无机会回应因的邀请。因为我本身去年已经正式对学校退休，虽然还阁有一寡行政到教学的服务，但是我开始较有淡薄时间来做教会服侍。所以当我接到工作者惠如牧师的邀请，我就真欢喜接受，同时也希望通过安尼来催逼我家己认真坐落来思考，为着这个实在影响我信仰人生真重要的单位，来向大家分享什么款的信息。用阮查某囝的话，就是讲你爱加练习，无你会失智啦。后来我咧想，一个有会，阁是读历史的人，上会当贡献互大家，掩体是家己经过回顾反省以后，遐真深刻的记忆吧。你讲青年，我就想起圣经中有一位青年，伊的态度真特别，因为伊常时出现伫3本用关福音书中间，伊的身影伫新约中间闪闪发光。2000年来，受到侪人的讨论，人也对伊来得到真侪反省。我想，我毋免讲，大概已经晓得是啥物，这个青年是啥物人吧？伊就是咱常常咧提起迄位有钱的少年官啦。毋过真趣味吼，咱对这个少年官的印象，其实是对3本福音书所综合所来。咱若注意甲看，马太是用有一个人进前来见耶稣做开始，咱就伫后壁的经文中间，咱才慢慢知影，原来伊是一个少年。路加是对一开始就甲咱讲伊是做官的，其他的资料就较少。但是马可同款也是用有一个人来找耶稣做开始，所以有一个人，一个少年人，阁是做官的，咱就甲综合起来，就成做咱今仔日讲的有钱的少年官。总是3本福音书内底所共同确认的一项代志，就是伊真有钱，伊真少年，有土地家业，有各种比人较好的知识甲条件，应该嘛是宗教头人的家庭出身，又红又专啦吼，真出身真好。亲像咱今仔日讲，我是第几代的信徒，也是牧师囝，也是长老囝。总是咱最后知影，伊无法度回应耶稣邀请，行耶稣爱伊行的路。
看起来是因为伫庆过轻重了后，伊的选择是伫忧闷中离开。咱伫看的人感觉真可惜，总是咱嘛会当理解，实在是因为要叫人，包括你我咱，对现在已经抓伫手里的物件甲放手，无论是啥物代志，无论是啥物时代，拢是真困难的代志。不过我感觉，对即个少年人所做选择的时阵，伊还佫知影忧闷这项代志，实在是真值得肯定的事，因为至少伊要有知觉，毋是植物人，还佫有救。总是无相款的福音书的作者，对怎样使用这段少年官的故事来表达伊所要传达的信息，就有因逐人无相款的目标。马太真强调天国，所以对17章开始到第18章，伊大声描写耶稣用未来阳光国外阳光的样相来鼓励正门徒，对现在就开始逼近的困难中间，就爱注神伫伊所宣讲的新价值，搁学习实践伊的救赎之路，就是伊救性命方式是通过看无家己为人放弃性命的行动来完成。耶稣是用放弃性命以救人的方法，救性命的方法是用放弃性命来完成。佮加上耶稣伫路上所亲身显明互因看的，想要活伫即款属天国的价值中间所应该有的生活的方式甲选择。安尼到第19章，通过少年官对耶稣之路的邀请的时阵，伊的忧闷、伊的张图，相对温度比较。当伊看到少年官的反应的时阵，迄种自我中心以及面对耶稣的路，伊迄种感觉伊通自高自大的误解，对嘴讲到伫实践真正实践的挑战。马太煞接就用无公平的分子的比喻，对门徒讲话，来表达你若想要进入天国，现在都有啦。就是当人真正完全放手甲上帝同工的时阵，天国就已经诚做通担着的实在。马太就强调，甲上帝同工同在的所在，就已经是天国。安尼路加咧？路加是对15章开始，通过甲法利赛派人甲经学士的对话，耶稣就门徒阐明这项代志。伊请门徒在行动进入这个世界，去看见人的需要，甲受苦的人做伙，要时时警醒家己。要爱注意离开世界价值，用下上帝心意的选择，伫生活实践中正做见证。这是咱要做门徒的人，咱的积分、咱的呼召以及咱的拯救。这是路加的重点。伊咧讲，咱爱用下上帝心意的选择，伫咱的生活实践中去正做一个见证。是咱才会做门徒的人，咱的积分、咱的呼召。也相似是咱本身的拯救，所以到伫煞接18章，路加就用少年官咧做选择的时阵，迄款真困难的忧愁的现实，来表明即款属天国价值的选择，人做袂到。所以人只有靠上帝拯救的恩典，以及对耶稣完全的相信，咱才有可能做会到。安尼，咱今仔日马太到底安怎讲？安怎用这段经文呢？真侪圣经神学家认为，马可福音实在是用 logos， 也是英文的 way，W-A-Y， 伊的意思是路，是方向，是方式。这个概念也来诚做规本马可福音伊的信息的中心。所以，咱若对这个 approach， 对这个进路来看，在那里马可福音中这个年轻的小鲜肉，伊的故事
是伫遮成做一个对照组，通将马可福音耶稣最后一个新约，规个马可福音中间，耶稣最后一个新约，就是互青面人巴底买得到看见的这个新约背后，作者所要表达的信息，通甲伊真清楚的对照组。安怎讲呢？咱来看马可第1章第1节，是安尼讲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有一位神学家用较白话的讲法来表达伊的信仰告白，伊是安尼讲：伊讲上帝的囝耶稣成做基督，做咱本身的救主，是所有福音的起头。我讲一摆，上帝的囝耶稣成做基督，做咱本身的救主，是所有福音的起头。这条用假设的约翰做先锋可开展出来，伊开始对加利利行往耶路撒冷十字架拯救之路。马可对第1章开始到呾，咱所看见的是一条真崎岖弯曲的路。因为咱若看圣经，咱就发现一项代志：除了贵以外，以色列这个信仰团体竟然无一个人真正认捌耶稣的身份甲工作，实在是真讽刺。耶稣生活甲徛起的所在环境，无论伫社会价值还是宗教体制，拢坠落伫贪婪、腐败、自我中心、麻痹、无感觉。早就已经袂记得家己做选民的身份的混乱甲痴迷的中间。道成肉体耶稣就是进入这款的处境中间来开始伊的工作。对加利利出发，对顶悬开始一路行往耶路撒冷。伫这条路顶面，马可所有咱看见的，是毋若法利赛派的人，包括经学教师、圣殿体制中所有宗教头人，一尽拢是腐败世俗。甚至毋若安尼，甚至军队伊的门徒也拢有家己的想法、家己的心思。孙宝林老师捌伫伊的册中安尼形容讲，规个信仰团体，包括耶稣的门徒在内，拢浸伫目中无神目睭中无上帝，惊人无惊上帝是放中间。因活伫其中，感觉真惯势，若像鱼仔活伫水内底，完全无感觉有啥物毋对。对个人到伫圣殿，到伫会堂，到伫教会。人人所关心的是资格，是位置，是条件，也最上重要的是，逐人会记得伊的维护，甲家己需要满足。就算是门徒，因也是用无地位、无能力、真软又无路用的标准来阻止人抱囡仔来接近耶稣。到伫后一段，到伫少年官，伊有地位、有能力。真软弱，真坚强，真有路用，但是伊是因为财富真多，放袂落来拒绝耶稣，真正要互伊担着永远邀请。马可伫这个所在，用被隔绝的囡仔，甲自动隔绝耶稣的少年人，用两个故事甲连做伙，真清楚甲咱遮人，咱遮听的人讲一项代志，讲进入天国。条件将来都毋是看身份、地位、钱财、毕业证书、经验，也是你是第几代信徒。是着亲像囡仔安尼，遐尼单纯去相信，我真正完全瓦克才有可能。另外，亲像少年官，伊想要知影永远外秘诀，耶稣就甲伊讲，也邀请伊来进入这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在伫真正愿意放落所无法度放落的，去相信个军队耶稣所宣扬是佫是永远新的天国价值，就是真正全人全心去体会上帝疼人、疼上帝、疼人这款生活价值，是只有活伫上帝国中间的人，伊才法度体会，才法度实践的天国价值。总是
要真正放落咱拄过的人，就知影真无简单。所以耶稣讲，在人做袂到，靠家己真困难，但是伊上帝逐项拢会。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安尼，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啦吼：当耶稣讲煞这个代志以后，你感觉迄时阵的温度甲众人敢听有，敢看会到？我想是无啦吼，因为政府是咱看见温度上款继续咧出手，继续阻止一位伫路边哀哀惨的青年人，因为人看伊毋就目。看伊无价值也无地位，就无资格来就近耶稣。只有伊无法度看到人的目色，也无法度靠各种关系占较头前位的去食，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因为目中无人，目中无人，就只存我靠耶稣。就将一切寄托伫后叫讲大笔的子孙啊，请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马可将这个青年人，这个目中无人的去食，巴底麦伊伫绝望中间掠掉耶稣的呼唤，诚做对家己离开始。耶稣这段人看起来失志无往马路，伊接近结束的时阵所透放出来，亲像日头的光线。伫这个所在，耶稣用气啦，你的心有救你啦。来回应伊的呼求，毋但安尼，作者马可阁继续将巴底麦就伫路上继续军队耶稣的行动，就是得到医治以后，继续军队行动，来成做耶稣行往最后一段路途进程。人的确要因为信来得到救的宣告。随上对这段故事。帮助咱看见两个图像。第一，对巴底麦来讲，伊绝望中的呼求，以及看无一切的众生愉悦啦吼，众生愉悦，这是19世纪齐克果所伫讲的信仰的跳跃。迄个完全放手相信我靠以后所得到的支持甲医治，连做伙就成做伊伫路上继续军队耶稣伊的决志。甲热情做见证的源头，总是上时另外一面得到医治以后，伊继续的军队也诚做证人，包括咱这个人在军队的路上所通看见的活活的见证。所以咱嘛看见证，伊做见证，咱嘛看伊的见证。第二，咱也看见耶稣的话语的调整，也要带来医治甲拯救的快乐。的机会，对少年官来讲，耶稣邀请加做一个挑战。耶稣的话语拔起这个少年官的化妆，催逼伊就要伫痛苦的中间面对伊心内真正底的到底是啥物？到底是上帝还是妈妈？弟兄姊妹，耶稣的话会催逼咱去思考。去反省、去比较、去轻重，然后以爱咱做选择。这两个人，一个是伫完全的我靠中间、相信中间行往军队耶稣的路；一个是面对耶稣的话，面对你就要放落一切来军队我的价值挑战的时阵，受催逼去回应耶稣的邀请。才去找到真正有永远活的路。即种转去到伫路上的邀请，要带咱众人进入反省、挣扎、悔改、回转，然后转去到伫永远活的一段路程条路。但是这是上帝邀请咱着爱军队的路，就是一条真正要得到活命的路。我家己常常咧想，到底是什么款的环境？再互一个自细汉就真细腻遵守大部分的诫命，还阁知影要追求永远活，我讲这实在是已经无简单。一个真有可能是受这个信仰团体所赐予栽培，
要做因将来青年领导者的人，到底是啥物再将伊塑造成做甲因规定共款腐败世俗相款伫做价值选择的时阵，显出一款属灵的痴迷，也就是目中无神，毋捌耶稣，只看家己的同一群人。请问问题到底是出伫倒？问题出伫倒位？是体制？是教义？是礼仪？文化？也是因为同温层相高，互伊找无对照组、无学习的对象通学习吗？我咧想讲，若是即个少年官迄日有人陪伊加行一步，鼓励伊伫第二路上跟对耶稣至少一站仔，伊应该会拄着巴底麦事件才对。你想，迄时即个少年官会徛伫倒位呢？我想应该是徛伫遐个出手阻止痴迷人来就近耶稣的迄群人中间，然后甲大家做伙伫五影中间亲身见证，甲伊出身无同、地位无同，一个一无所有，却做出甲伊无相款选择的巴底麦，伊得到医治，佮决意伫路上继续跟对耶稣即个活活的对照组甲见证。若是安尼，你想看觅，这位少年人后来的路，伊的人生敢会无相款？安尼姊妹，看见证有对照组，实在是真重要。这位少年官，这位咱圈内人啦吼，就咱第 N 代的信徒来讲，完全的相信是着起造伫彻底的悔改的基础顶面。悔改甲相信是福音的两面，真正的悔改是对家己现在已经活伫世界价值中有警觉、有知觉、有病视感的要求，最后决定选择往耶稣所传的价值来转向。所以，伊是一个过程，一个伫犹豫、伫毋愿、伫毋知是毋是着爱行动。伫计算代价张图中间，你的挣扎，你的忧愁，终其尾，因为相信佮告别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救主，就甘愿放手，用上帝的心意，用上帝的价值来做咱每一日生活行动选择的根据。伊是一条相信甲跟对主的路，而这条路，这个过程中间所有的操练，所有的对话。是对信徒到伫教会，咱想要得到复兴、得到活命，咱每一人拢爱经过的路途，因为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呼召，也是上帝的命令。对教会历史来看，我相信，就算是这位捌对痴迷得到看见的巴底麦，当伊变成做圈内人的时阵。有一天，伊也着面对耶稣，讲：“你着放落一切来跟对我的挑战，因为咱遮个人，就是受测活伫世界的挑战中，伫迄个所在去见证天国价值的一群人。因为咱会伫不断去看去见证，甲去做见证的旅途中间，得到天国永远的活命。有一个人19岁。因为联考失败，伫47年前，伫万般无奈的中间，去到伫台湾上南平的一间农业的大学，想讲读一年就好，读过一年就好，明年领做联考啦吼。阮的迄个时代吼，考试叫做甲乙丙丁啦吼，领做是农甲医学吼，只要考到老爸所要求，毋管是啥物新学年、啥物系吼，只要是学年就好吼。就通离开厝迄个甲现在住的即个鬼地方，互现在遮个学杂看袂起家己，也看无愿望的心，通找到活落去的方向甲平安。我想你已经晓得我咧讲啥物人，无毋对咯？即个人吼，就是我。会记伫开学无偌久，有一天的中昼，我伫窗仔边，若食薰，若咧想，
就要怎样度过这段遮无聊的粪扫时间。忽然间，有人伫我的宿舍门房间外口拍门。阮迄阵的宿舍一间爱住16个人，上下铺一边4个，16个人，所以为门到我超工选上落尾间啦吼，因为我头仔会当食薰，所以阮伫内外咧画写讲你是啥，我要做啥物代志的时阵，我就知影因是屏东大专中心团契的学长，因为有收到浙南教会通知，收到名单，就来伫新生宿舍来找人兼邀请，因已经有经验才对了吼。我哪亲像拄着教官咧突击检查，我就紧紧甲薰饲掉，啉水落喙吼，搁下风，以后才开门请因入。当时我看到因闻到规间全薰味，搁看到我本人即型的吼，敢若看到鬼的表情，我就想讲吼，当害啊，当害啊！那遮个人吼，若走转去传转去王寿宫牧师遐吼。我即个团契会长拄着辅导敬拜主唱圣经的助教，伫教会中照规矩养成未来青年愿望的形象，就放了去。真久以后吼，我捌甲黄牧师问这个代志啦吼，我才知影讲我想太多了。人早就看我是这人教会的麻烦人物，因为迄天伫对话中间，知影我捌伫餐厅卖唱大地大。卖唱所以一段时间以后，因就真慎重开会因就决定邀请我加入一个孙兰声啦吼，孙兰声的这个合唱团，或做花家合唱团，火鸡吼。毋是讲因唱了足歹听的，实在是因为因成立的迄日就是感恩节啦，所以叫花家合唱团。我想迄阵的大专工作者以及正学长学姐吼。要做即个决定的时阵，阮当真挣扎，也毋知即个歹面手的人会为因带来什么款的麻烦。总是我甲今仔日游玩真感谢因的邀请，因为即个大专团契甲花家合唱团真正改变我，互我成做现在的我。大专所属的花家合唱团真特别，因要求想要参加的人都要做到3项代志。第一，就要分别时间做伙灵修甲训练，要用上好的声音甲实在见证来服侍南部的正教会。第二，伫学校的成绩袂当相差，因为爱伫世界面前要有好的见证。第三，上严重吼，每一个礼拜甲拜六甲礼拜，若无献诗事奉，无论透风落雨，就每一个成员。拢爱找一间庄脚的教会，固定去迄个所在服侍。一年我受派甲玉贤长老做伙去一间教会，做潮南教会，伫潮州以南南州附近。先我会甲伊去吼，这当然有经过设计。最后去遐去接线，请一位同款做吉他手的学长，伊的师傅。伊会奇怪讲这是男声合唱团，还有查某的吼，因为玉贤吼是花家母啦，因为要负责弹琴啦吼，要负责弹。总是阮两个去教会的时阵呢，阮就发现这个教会这个厝尾顶吼，从顶悬加搭一间吼，加搭一间所在。有搭一间，顶面有搭一间，就是教会图书馆顶面搭一间，叫做自学的纪念馆。自是优质的自，学是学习的学，自学纪念馆是为着纪念我前一位花家的成员，叫做赖志学吼。伊上款是森林系，上款是吉他手，甲我上款是唱硕份。伊伫赴教会服侍路上，因为车祸来过身。摇篮的青年，摇篮的会友，少年伊疼伊，就将伊的衫、伊的册、伊的册包、伊的吉他，甲用手油印的周报吼，恁即摆已经毋捌看过，以前周报拢用印的，我嘛去做即个代志吼。周报、讲义拢下伫迄个所在做纪念。迄阵我才明白一项代志，原来
就伫迄个真恶杂的失望、看袂起家己，也看无远望的中昼，上帝已经呼召我去看一个真正伫信仰中的人，伊所行过的路，甲伊伫路上所做的见证，就来成做我伫信仰上通开始回转顶头生的路。伊的生甲伊的死，伊军队的路，拢成做我继续军队耶稣的动力甲见证。对迄天以后的2年，若火家无出外见证分享，我就甲玉贤对屏东也后倒摆边仔咧吼。迄阵我不知影缘投啦吼，即马无啊。屏东徛后倒摆吼，2点钟到伫行上迄条自学所行过的路，继续伊的服侍。伫路上，伫服侍中，阮就渐渐了解圣经所提起迄种要付出代价、要看无家己的疼，生做啥物款，也常时谈着甲上帝同工的时阵，迄种真正的自由、真正的丰富、甲真正的喜乐。对，这就是耶稣咧讲天国的滋味。我毕业10年以后，我有听讲，现在三一教会的陈思豪牧师，也上款是森林系，上款是吉他手吼，上款行上这条行对潮南受改变的路。伫屏东的日，屏东大专中心的青年有一种特权，就是伫所聚会的教会，阮伫无共款所在咧聚会吼，拢有会友甲长职，因为疼厝外人，就用关怀甲接待来成做青年出外的家，因用行动毋惊麻烦去实践圣经讲，着爱疼厝外人、疼架骹的人的教示。搁较特别的是，几十年来，每一届会家拢受到一个敬虔的家庭，或者吴生山长老夫妇因的家庭的照顾。阮就军队早期的会家的成员，叫因姨丈、甲阿姨甲姨丈。到伫今仔日，阿姨姨丈虽然已经到伫天国，总是阮犹原认家己是因厝内兄弟姊妹一份子。每一年也去募款，我稳当会转去因兜。伫青年的日子中间，通过甲大专团契成员的分享，阮看因逐人伫无同款的生命条件中间，拢因为主来受到改变。我亲身对因的见证，搁一摆认捌我这个信仰。伫出外架骹的日子，就遐个伫耶稣路上的军队者。围累伫阮身躯边的见证者，因拢伫伊的生活中间活出耶稣的教示。因生活的款式，甲因的选择，互我真清楚了解，福音真正毋是用讲、用唱的那尔，实在是用行动，互人看会到、感受会到的。因的生活款式甲选择，也影响我甲玉贤。后来决意要照顾出外的青年，以及伫牧会中的青年牧者甲团队，将因当作阮家己的囝儿女，因为阮正正是安尼受款待、受疼惜。兄弟姊妹，信甲疼是会对感受中得到传承。对安尼来看，亲身见证改变的人会得到改变。面对价值的选择。每一个强要离开道路的时刻，咱拢需要有遐还伫路上忠心去军队耶稣的军队者，因行动的陪伴，甲因用温柔去接着阮的失落的遐个关怀、提醒甲见证，这拢帮助青年通自信伫耶稣，通帮助伊转去到伫信仰的路上，对屏东转来到咱教会。这是潮南教会的样吼。对屏东转来到咱教会，面对人生起起伏伏的年日，咱这南教会一直是伫台北青年真重要的心灵家园。
也一直是总会中华青年事工上重要的支持者之一。我会记30年到40年进前，咱教会由济南教会中级会友所组成的家乐团契，以及后来为着咧照顾本会以及对南部出外的青年所成立一个真特别的组织，叫做牧恩家庭，实在帮助真侪伫就学、就业、婚姻、生命中间的青年，对行无路的旷野，对有声无声的后桥中间，行倒转来信仰的路途顶面，也继续影响这个青年的人生甲因的服侍。洪牧师夫妇对我甲玉贤的牵挂甲陪伴，就真做阮伫人生甲服侍旅途中的支持甲快乐。儿童长老夫妇、志明长老夫妇，因的智慧甲勇气，为我甲真侪人度过人生上黑暗的时刻。也因的无阮青年，也拢逐人伫因的教会中间，继续传承因的听甲行动。文子长老夫妇因的信仰甲典范的脚迹，是阮这代人所仰望学习的对象。所以，杨爽长老夫妇就继续因真侪人的牧恩、父母甲同伴。当然，也有蒙昌长老、琼芳长老、彭辅佐长老夫妇等等吼。足侪人，我无法度一一伫即个所在讲。迄阵差不多规教会中一甲会友拢投入伫对青年的关怀行动，毋但因的付出、陪伴、疼心甲信仰生活的款式，诚做迄一代青年人的祝福。就是咱中级会友本身也伫其中，咱亲身行动去听去关怀中间，亲身体验佮认捌咱的主是怎样咧听咱。咱即个信仰团体，弟姊妹，咱即个信仰团体需要伫即个继续来去的军队耶稣的故事中间，搁一摆被提醒，爱对咱迄款目中无神、目中无上帝的痴迷中间，搁一摆学习，对悔改放路，转来到自信伫耶稣即个得救的道路顶头。弟姊妹，咱甲咱听的行动。决定咱甲咱的下一代教会青年的面貌，决定因伫面对耶稣唯物挑战的时阵，知影选择回转转去迄条体会天国，来得到永远活的路。大专中心需要你的支持。下面我要请大专中心的代表雨石来向咱报告一寡大专的现状甲伊的需要，请。大家平安，我是武祖，即马伫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担任专职辅导，有一寡人可能阁会记得我。伫济南教会咧改建的时，我拄毕业，就来到济南做干事。无想到讲到即马竟然已经要10栋啊！所以借着北区大专纪念主日的机会。今仔日是带着足紧张，嘛足欢喜的心情，会当用无同的身份来到济南教会，代表大专中心来请安。多谢大家过去对台北大专的支持甲关心，咱才会当伫北区大专继续经营中青团契。到今行过70外冬，陪伴学生行这条信仰的道路。我的台语无练转，所以请多多包涵。讲到中青团契，伊对我来讲嘛是一个真重要的所在。以前我是读淡江大学，所以淡江中青团契诚做我大学的时灵饱信仰的所在。迄时的我非常避暑，伫灵群中就想要闭起来，即马也是。但是来到中青团契了后，我拄着来自无共城市、读无共科系的同伴，咱因为信仰自治做伙，合适彼此接纳，慢慢发现无需要惊家己甲别人无共款。伫即个过程中，我嘛愈来愈会当拍开我家己的内心。对我来讲，团契就诚做一个自由的空间。
伫遮，阮拢无共款的想法甲声音会当入来，就有对话甲讨论的机会。阮嘛会冤家意见袂合，嘛会感觉到互人误解。但是阮犹原合适听彼此的声音，合适啥物是团契，啥物是信仰，思考我甲上帝的关系。即个过程并无完美，会当讲是行甲真无简单，但是这嘛诚做阮无放弃亲近上帝、认捌上帝的证明。阮的信仰对别人甲我讲的，开始当作有血有肉有生命力的信仰，是即群青年上真实超出上帝的经历。发现到团契对我的影响，是进入社会开始工作的时。即个世界会甲你讲你是啥物款的人，你应该是啥物模样才是有价值的。伫遮看会到、看袂到的价值观，甲咱定义。有时阵，咱会袂记得转来到信仰内面去认捌上帝是安怎看我的，上帝是安怎看我所面对的环境。当听到大众的声音，互我感觉到冲击甲挫折时，我就会想起迄时阁是大学生的阮。伫超找信仰是啥物的时，阮永远勇敢去甲上帝撒演，靠无跟我上帝一丝仔。即种心志甲勇气，以及当时扎根落来的信仰基础，无形中成做我生命中真重要的力量。当我感受到挣扎、陷落伫自我怀疑的时，伊甲我扣掉。提醒我，上帝甲我同在，并无离开。无论环境如何，毋通袂记得上帝，我靠上帝。离开这人了后，我捌到台中的小日子做4年的店长，拄着真侪大学生来做工读生，做伙经营店面。甲因对话的过程当中，发现因对未来有真侪烦恼，无论是人际、亲密关系、拍工、毕业了后的路等等。我发现伫即个年岁是进入社会真正的探索期，伫大众挑战认捌我是啥物款的人，面对无稳定的将来会感觉焦心。敢若还未成熟大汉，就有真侪选择来到面前，亲像是咧问讲：你敢有要继续读册无？你毕业了后要做啥物工课？伫即个大部分的人离开厝、学习独立的时阵，才会青年人内心会重新思考。到底伫教会自细汉听到大汉的信仰，对家己来讲有啥物意义？所以我就咧想，是毋是有一个空间，伫遮会使放心安心讲出心内话，会有机会互因理解彼此的想法。就安尼，我伫10年后决定转来大专服侍，人诚做。甲学生徛做伙的人，甲因伫怀疑以及探索中继续认捌上帝。大专事工毋是我靠借戏花的活动来吸引学生，真正重要的是上帝的话语。亲像总会大专逐年的成员班，咱拢会鼓励学生参加团契聚会，嘛有查经班，已经每年11月代表讲生赢，对学生的需要中来设立方向。像去年的主题是爱情，学习啥物是亲密关系。咱用信仰甲上帝的话语，诚做侪事工的基础，来帮助遮的学生。分享到遮，搁一摆邀请兄姐同齐为着青年人的生活甲需要祈祷奉献，也为大专事工
在第一线服侍的东港大岛，伫即条陪伴学生的路上，有教育的气力甲智慧，来继续听上帝的话语，实践伊的旨意。感谢大家。好，大专需要大家的支持吼，咱做伙来祈祷。现在特别上帝，由你指示阮教会要行的路，提示阮要爱伫悔改中学习顺服你的真理，由你教导阮怎样敬畏你，帮助教会，帮助你交代伫阮的面前的北区大专中心的正青年、正牧者，帮助阮甲因拢通用随时徛伫伊面前的敬虔，用随时被万变的心智来放胆过即摆生活。愿你互阮伫即个看起来无圆满的世界上，因为时时看望你掌权的未来，来充满勇气，活出每一天为福音做见证，为世间人带来圆满的人生。以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05首，圣诗505首，我爱忠心，请起立来吟。请坐，即时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为着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福音的事工；第二，为着4月21到23总会年会的召开；第三，为着4月22世界地球日为环境甲生态保护。请咱三甲出声同心祈祷。
即时请陈怡轩一师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亲爱的主上帝，今仔日真欢喜伫遮为声做伙来祈祷。阮要为着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福音事工来祈祷。这是一个栽培青年人受造就的机构。盼望遮个学生伫遮坚固信仰，一世人受主的引带，徛伫正确的路中。过来4月21到23伫中基要开会，逐个教会的牧师长老拢要出席。求你赐予同工智慧、谦卑的心，做主的好牧人。会中的讨论拢会当符合着时代的需要，用信仰来影响社会。过来4月22是世界地球日，我要为着环境甲生态保护来祈祷，求主赐阮智慧来管理这个世界，互阮知影合理来使用逐项的资源。人甲万物和好和平生存，互相尊重。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即时咱来奉献。请大家起立，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请咱掀开周报，通知事项。第一，今仔日是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感谢陈宽义牧师代表大专中心伫第一场礼拜讲道，大专工作者黄宇慈伫2场的礼拜中事工报告，咱用拍鼓啊来感谢伊。请大家
会继续为着大专的事工奉献甲代祷。第二，若有会友需要纸本奉献收据的，请伫4月底进前办公室登记。若有问题，欢迎来问财务的办公工。第三，第71届总会议会4月21到23，伫中华基督教病院来举行。本会牧师甲长老代表要前往出席，请为议会召开甲祈求上帝的旨意来代祷。第四，欢迎参加每礼拜5暗时7点守护台湾基督会，同齐为上帝国来代祷。第五，本会2025年讲道节周报定本已经装订完成，每一号限定讨一本，请毋通代替别人索取，请到办公室来摕。第六点，欢迎参加防灾师培训，完整的培训通过考试的，要对内政部核发防灾师证书，时间是6月12到13规工。报名网址请参看。第七，圣经学校本主日上课，请大家注意，也请为着圣经学校代祷奉献。再来看具体消息，青年龚宏仁、蔡万福伫4月26号下晡2点，伫本教会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敬请兄弟同来见证，献上祝福。其他教界消息，大多事项顶周的奉献，甲本周的聚会，甲侍奉者的安排，请咱家己看。接下来，请黄牧师来介绍甲请安。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吼，首先来介绍是庄子瑜，是德发所出来的朋友，好欢迎，好请坐。过来介绍的是周永贤，周永贤，欢迎，来请坐。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施恩甲咱生活伫地。做伙来吟圣诗547首，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请起立来吟。吟诗煞，请陈宽义牧师来祝祷。
上帝来祝福。啊，恁通平安离开，用疼甲受苦，用信心甲行动，赢做即个世代望记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送、圣神的相通，甲恁整大家三甲做伙，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请坐，密道闭会。新来朋友请到前庭，牧师长老来介绍。其他会友请到中庭地饼会。